經歷咗《神鵰俠侶》、《天地男兒》、《寵物情緣》3套劇之後火速爆紅，古天樂喺90年代中期已經成為香港電視圈炙手可熱嘅當紅小生。祝你老公生 baby 10個。1997年，古天樂拍攝電影《極度重返》，因為要喺菲律賓戶外長時間拍攝，每日都喺烈日下暴曬，膚色慢慢由白雪雪變成黑掹掹。有一日，劇組人員笑住同佢講：你而家曬到咁黑，唔單止睇落好有型，仲好健康添。其實一直以嚟，佢自己都唔太中意白白淨淨、油頭粉面嘅形象。不嬲細個咧，暑假都有去游水曬太陽嘅。我不嬲都中意健康膚色，我係真係好少化妝拍戲。因為我好憎化妝，你翻到屋企我都係得粒零2粒鐘嗱，你決定啦，究竟係落妝沖涼啊，定係瞓覺先？任你揀一樣，你真係淨攰到你就落咩瞓啦？只係得一個方法可以唔使化妝，你就曬黑佢。再加上佢內心早已經想擺脫外界對佢奶油小生嘅標籤，於是古天樂決定索性一路 keep 住曬黑，正式進化成為黑化版嘅古天樂。咁我覺得變黑咗之後嘅古仔係真係好 man， 係好掂。而呢一個改變，亦標誌住古天樂演藝生涯嘅一個重要轉折點。佢唔單止轉型成功，嚟緊佢仲劍指視帝。我有少少嘅改變，係咩改變？